行政院颁布的各项特别条例，气候南北第10摆动落来。国防部表示，讲美国针对其中3项军售案，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计书草案，这个效期是到今年的3月15号。所以立法院就要赶紧来审查这个国防特别预算。要针对这件代志呢，民众党表示讲哦，这平衡庆实民众党的版本，拢已经包括在内，立拖的是行政院家己。也分享讲，国民党嘛要摕家己的版本。民进党立委吴思瑶强调讲，立法院爱做的代志，就是好好审查预算，监督执政。行政院办1.25条国防特别条例，第一立法院10摆被动来无法度进入审查定数。国防部前日发布新闻稿表示，美国就特别预算内底拖车飞弹小买、标称反甲飞弹小买 M109A7 自走炮顶3项军售案，已经正式向咱提供法计书草案，有效期限到今年3月15。不过，今嘛干来民众党反版本复会，国防部各向立法院发声，应对当前严峻的敌情威胁，目前特别条例草案已送交立法院，但尚未复委审议。国防部将向美方积极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效期，避免因未于时限内签署导致全案取消。那些品项也都在台湾民众党所提出的军购特别条例当中。那这就是台湾民众党我们所展现出来负责任的一个态度。民众党讲拖延是行政院，国民党立委李干就表示，行政1.25条军购特别条例去年12月加上立法院，就算在野党无hiệu困审查，也绝对过不去。国防部当初跟美方签订3项军购，在发价书草案完全不给自己任何缓冲的时间，这根本就是傲慢在先，情勒在后，还陷美方于不义。国防部应该尽快的跟美方争取展延发价书签署的时效，包括目前武器交货延宕的状况，也应该一并积极争取。况且国民党内咧建议家己的版本，不过行度甲时间甲民众党版本有落差。党籍立委透露，议员咧慎重考虑，希望透过党中央地区的合作，不过另行提醒立法院的职责是监督执政，不是编列预算。没有能力、没有专业，也没有宪法的赋权，可以来编列预算采购武器，这不是立法院应当做的事。立法院就好好审查预算，监督执政。国民党的军购条例，我实在也不敢期待。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强调，若法计所过期失效，咱要重新搁买爱行规套行政定数，上年做单位计算延迟，好调兄弟性会期开议了后，用国家安全为主，赶紧完成实际审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